我哋呢一次會講有關美國復員無效，伊朗最強鎮國神器發射胡塞武裝攻擊美國大使館。開始前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按隔籬嘅啷選全部。近年嚟，美國不斷對伊朗施加各種壓力，從經濟制裁到軍事威脅，試圖迫使伊朗就範。然而，伊朗並非軟弱，喺強大嘅外部壓力下，其毅然展示出自己嘅強硬態度同強大實力。近期，伊朗成功發射咗其最強嘅鎮國神器，讓世界睇到咗其不屈嘅決心。呢款武器嘅發射，無疑係對美國嘅有力回擊，亦都讓特朗普政府此前嘅一系列算計落咗空。多年嚟，特朗普政府對伊朗推行極限施壓策略，以為通過不斷升級嘅制裁同軍事威懾，就能夠逼伊朗喺核問題、地區事務等方面做出讓步。然而，伊朗不但冇屈服，反而喺重重壓力下積極發展自身嘅軍事力量，尤其係喺導彈技術領域取得咗重大突破。呢一次發射嘅鎮國神器係伊朗多年嚟技術積累同研發嘅成果，佢具有遠射程、高精度等特點，能夠有效威懾到喺中東地區嘅美國軍事基地以及其盟友。呢款導彈嘅存在，使到美國喺考慮對伊朗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嘅時候，不得不更加謹慎。此前，美國多次揚言要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，甚至喺一啲事件上已經做好咗軍事行動嘅準備，但最終都因種種顧慮而作罷。伊朗強大嘅導彈力量，無疑係美國最大嘅顧慮之一。一旦美國發動戰爭，伊朗嘅導彈將對美國喺中東嘅軍事利益造成巨大損失。美國喺睇到伊朗嘅強硬回擊後，亦都曾經試圖復員，然而此時嘅復員已經無法改變局面。伊朗唔會輕易忘記美國多年嚟嘅制裁同威脅，亦都唔會因為美國嘅一時復員就放棄自身嘅防禦力量發展。特朗普政府此前以為可以輕易咁操控伊朗局勢，如今卻發現自己陷入咗一個兩難嘅境地，繼續施壓可能面臨伊朗更強烈嘅反擊，選擇和解又擔心被國內外視為軟弱。伊朗最強鎮國神器嘅發射，標誌住美伊博弈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。美國再亦都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輕易咁對伊朗指手畫腳，而伊朗則憑借自身嘅實力喺國際舞台上爭取到咗更多嘅話語權。特朗普政府喺伊朗問題上嘅失算，亦都俾其他國家提咗個醒。任何企圖通過強權同霸凌達到目的嘅行為，最終都可能會遭到對方嘅有力。以色列上空的煙火，打破鐵穹湖底的傳說，是空無誰是侵略者，世人擦亮雙眼，自由定奪，打破對真理